过来，28日连续假期，有真个乡亲的提早登去故乡祭祖陪墓。据说讲，屏东县这几天啊，发生真侪件这个公墓这个盗火代志，其中有一个38岁生肖的消防队员要去拍火时，好停离这个家的消防的水箱车去跌落伤送去病院。遗憾的是，因为伤势相当，抢救嘛是无效。屏东县的消防局人员表示讲，当时这台车手动啊有扭啊，是安怎会阁处落去救着人？这还阁调查，只是讲这个顺这个姓肖的消防队员3个月前才结婚，发生这款的代志，和家属是真艰苦。一个消防队员倒伫咧病床，医护人员紧甲人送去急诊室急救。这个意外就发生伫咧2月26日下晡2点外，伫咧恒春消防分队，一个38岁姓肖的消防队员去一个通阿埔救火灾时，却停伫咧厝家的消防水修车跌着伤，边仔民众看到紧冲过救人。我有加迄个 CPR， 伊即马拄个喘气出来，喘气出来就。我就讲较紧来较送。民众紧家己洗车，甲伊送到病院。遗憾的是，因为伤甲伤过食力，抢救了后嘛是过往。要停好的消防水修车，是安怎家己溜落来发生这个事故？停车时已经将手刹车拉上，然后并要至车侧拿那个轮挡挡住。那可是在这当下，可能因为车子未刹稳所以车子往前移动。来到恒春消防分队，姓肖的消防队员伊的物件，佮整齐放伫咧伊的灰，毋过主人袂佮回来，规个队的气氛嘛拢真歹。听讲38岁姓肖的队员无偌久之前才当结婚，想要到煞伫咧出前辈时过身，互家属拢真艰苦。当时伊去一个通阿埔出勤拍火，因为28年假，真侪民众拢提早登去故乡拜祖先。屏东短短2天就发生33件通阿埔盗火火警。因为即马当时落山风的季节，加上天气较干燥，通阿埔盗火拢会烧真美。互消防队员出勤务拢是含时间伫咧招标比赛，提醒民众伫咧陪墓烧纸钱的时，拢要甲火拍火气，较袂发生火警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！